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4月10日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中国连续3天伫咱台湾的周边军演，出动航空母舰山东号，一天佫派军机绕台湾91抓，其中有54抓探过中线。台海局势佫变紧张，总统蔡英文是批评中国起无空、无大国的班，若针对中国大规模军演，美国嘛有监控。中共国的相关台海紧张局势，3天的宽台军演落幕，包括中共航南山东号头一届参加操演，战斗机、无机轰炸咱关键基础设施。国防部嘛查到共机91架次绕台，其中54架次分别为北中南超过海峡中线、西南甲东南空隙，双双创下新高。再各派26架次绕台，各加9架共艦伫台湾附近海峡。对这代志，国防部强势回应，舰比绝对袂放零。无论是出访友邦、过境美国。和国际友人交流，不只是行之有年，更是台湾人民的共同期待。然而，中国却借此发动军事演习，造成台湾海峡与区域的不稳定。这不是一个区域内大国的负责任态度。蔡总统谴责中国无负责任的态度，也肯定国军守护领海领空，即时应对人质作战。朝野立委11个发声明谴责中共，要求停止对台武力恐吓。中国当局以军事演习为手段，欲阻止我国元首外交，屡次伤害台湾人民感情，严重威胁区域的和平安全。共同签署对中国大陆、中共当局的这种做法，表达谴责之意。针对中共既然大规模军演，美军嘛派侦察机、加油机持续监控，美中互人记录到军机空中对上的情形。另外，美军 P8A 海神式巡逻机11日伫台湾列岛外海出现，因为关岛敢若1500公尺，互人解读是侦察中共的潜水艦。That we have in place in the region sufficient resources and capabilities to protect our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in the Indo-Pacific. There's no reason for tens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o devolve into any kind of conflict. 对于法国总统马克宏叫欧洲莫干涉台湾议题，避免捲入美中冲突，科比回应美法有强大人民加真好的友谊，确保两国会当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军演拄煞，美国甲菲律宾昨昏嘛宣布要联合军演3礼拜，计共有17600个阿兵哥会参加，这是30年来规模上大。反制中国的意图是真明显。另外，中国军舰想要走入咱24海里的所在，外界就认为讲，中国是想要小想甲台海内海化。美国、菲律宾12正式宣布在南海展开3礼拜经边境联合演习。这项年度军事操演有17600个军人参加，人数是去年2倍，也是30年来规模上大美菲联合操演。第一摆演练海上时段，美菲军演的时间点都是中国宽大军演结束，联手反制中国意味真高。In this, the 38th iteration of Balakatan, Philippine and U.S. forces are coming together in large numbers. Approximately 17,600 participants in total, demonstrating our commitment to each other and to our mutual defense treaty. 日本在中国宽大军演期间，爆出中共航南山东号演练舰载机起降注意强军动态。日本防卫大臣平田正一也对台海情势表达关切。中国は今回の訓練について、台湾独立分離主義勢力が外部勢力と結託して挑発することに対する重大な警告である旨述べていると承知をしており、中国が台湾問題で妥協をしない姿勢を示したものと考えられます。中军在军演期间出动上百架强机绕台，海上也强舰搜剿，尤其强机已经无过海峡中线，强舰佫想要冲入台湾24海里的临接区。中军绕台消耗战免轻视提悬日头，互台海内海化，威胁国军经营完强地带。甲时阵，今年靠守14海里临接区、12海里领海的2道红线。12海里的领海跟24海里的临接区是一个必须要守住的2个阶段的防线嘛。那当然前面还有缓冲区啊，包括像海峡中线或什么的。那共军既然加大在这边的压迫，那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往前推到接近中线的部分去对抗他们。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倒是没有到来去自如的程度。前空军副司令赵元廷指出，中共选启用军演甲海事执法交代，学者建议邀请特约会馆等下部队协助，佮向美国组织特约军舰之番。记者综合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中国的时，讲澳洲无应该因为台海的问题介入美中的冲突，引起批评。国际上对华政策下国议会联盟 IPAC 就批评马克龙向威权柔软，立场违背全澳洲的共识。法国总统马克龙前日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了后，接受澳洲媒体 Politico 甲法国记者联访，指出伫澳洲战略自主的结果之下，澳洲应该避免因为台湾问题陷入美中冲突。这讲话也引起真大风波。国际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成员七早发表联合声明，强调马克龙言论不代表澳洲，也强调伫北京扩大南海军事演习行动。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继续表达支持的时机，马克龙讲话无疑是对台湾无必受高惨，不止轻视台湾对全球经济重要位置，也提高国际社会10年以来对稳定台海局势所做的努力。马克龙自2022年底访问美国，甲总统拜登发表联合声明，讲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透露两国伫台湾问题顶悬有共识。即马才为避免因为台湾加入美中冲突，甲重要议题顶悬应该挖靠美国的讲话，引起外界批评。马克龙目前的立场明显甲澳洲无同，也质疑法国是毋是传领欧盟加做美中之外第三强权。针对马克龙讲话，美国白宫则强调，强调两国依然会伫重要议题顶悬密切合作。We're very comfortable and confident in the strong alliance and the strong friendship that exist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And there's a lot of terrific bilateral cooperation just alon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ance. We're focused on that. We're focused on making sure that together we're meet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requirements of both our peoples. 马克龙伫结束访问中国行程，登去法国中途，中国就启动台海军事演习，互外界看作是报复蔡总统外交出访，甲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面。Politico 引用亲近马克龙人说话，说明马克龙对中国3第1离开中国了后，才举行台海军事演习的安排，真满意。法国官员也透露，马克龙甲习近平的会面也密切讲到台湾问题。Politico 指出，甲美国欧盟比起来，法国伫台海问题顶悬的了解空间明显是更较宽松，甲无清楚。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再来，咱同齐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季风会增强，大台北、北部山区、东半部也个马祖有局部阵雨，中部的山区嘛有低暂雨，其他的所在今仔日是多云到好天。咱同齐来看分图。今仔日过昼了后，东北季风就会增强，北部、东部、中部山区会落阵雨，其他的所在规工拢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温度的变化无啥大。各地早暗低温是18度至22度，日时北部、东半部高温是26度至27度，那中南部是28度至31度，中南部早暗的温差会较大。另外，今仔日伫金门、马祖、高大蒙会影响能见度，当地乡亲要出门就要细致。来关心即马欠水，南部的水情有较硬倒，高屏溪烟花有污水井咧灌水，引起高雄甲屏东出现抢水的情形。行政院长陈建仁甲经济部长王美花有落南去巡视，因讲会阁加挖10口水井，确保水有够用。南部水情严重，毋若一般民众热爱用水，饭店嘛同款。柜台人员办完大扫手上，嘛甲旅客宣传爱省水。用淋浴的方式来代替泡澡。高雄3月底水情灯号到柑仔色的灯号开始减量用水，根据水公司统计，也是有一寡用水超过1000度的无依照公告省水一成。观光商业者的非工业用户有216户，洗车业有113户，其他工业游泳池甲三温暖原来有一寡无达到标准，拢总382户，无合格率达到4成。水公司4月中要搁再比对，若是无合格要强制省水。连续2次未达节水目标10% 的话，本公司就会安排来做这个签封，让用户这个进水量减少，强制达到节水10% 的目标。大雨毋来，高雄敢来等赶工污水井。行政院长陈建仁甲经济部长王美花等人在意视察高屏溪污水井的进度，因为高屏地区进前因为跨区调水问题引起抢水争议。王美花表示，会加污10个水井，拢总60个来运用，会持续协调调水问题。找出来水井怎么样也可以供屏东使用。多余的水也可以来提供给高雄使用。那我想区域调度是我们长期一定要做的情形。
除了乌水井闸门水库暂定4月中，搁再放水到乌山头水库稳定供水量，到时阵闸门跳水率恐惊降到1成以下。南水局是讲，目前水量会当稳定供水到至少5月底。不过受到欠水的影响，家己真侪竹林已经开始出现灾情。那现场看到整个大概大面积的这个竹笋受到旱象的影响非常的严重因为笋当得出5日节也要到啊，竹笋、竹叶大范围打起，互竹农的心血拢去了。农研署这单位已经前往大林镇勘西，承诺会赶紧回报农委会，争取灾害救助。记者综合报道。那面对即阵国内健康无够的问题，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昨昏时表示，咱今年甲明年有可能拢会继续欠粮。那未来咱国家嘛有可能爱固定需要对国外进口鸡卵。澳洲、美国进口的平价鸡卵已经进入大卖场甲超市的货架，为了不补足国内鸡卵供应不够，农会为10个国家专栏进口。下早伫产业经济措施专家会议顶头，主委陈吉仲第一届承认，国内产量可能无法度满足今年甲明年的需求，其中泰国鸡卵价小增加。若讲国内产量无法度提升，烦恼专栏进口恐惊变成正常化。以目前的市场的行情，我们竞争得过吗？如果永远都不足的时候，我们是很担心这一种所谓的专案的变正常化。要提升产能，佮要互产业升级，农委会会补贴鸡条改建。不过改建鸡条受地方自治条例限制，爱离主体学校300或者是500公尺，造成找所在困难。希望甲地方沟通，放宽水田密闭鸡条设置的条件。学者嘛赞同，表示伤侪限制，造成农民改建意愿无悬。我们不必有300或500啊，那么。我个人的意见，开放当然是最好，就是说不必去限制。不过，中华饲鸡协会指出，农民不爱改建，不是因为自治条例限制，是因为改成水帘密闭鸡条，鸡屎处理成本更较高。每年鸡瘟都要出来，处理不了就是要委托别人，委托别人就是等于被人家每天都在敲，那个成本非常高。委托处理成本非常高。学者指出，气候变迁带来更较剧烈的温差，只要差到8度，两家就会受到影响。所以传统鸡条改建一定要做。有关进口鸡卵，饲鸡协会表示无反对，但希望本土产量只要起来，进口台减少。嘛讲即马鸡卵会无够，是因为种鸡鸡仔囝中鸡数量不足，若唔解决，嘛是会继续欠卵。记者林王兴中台北报道。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民进党中执会伫今仔日会正式提名副总统赖清德，代表民进党去参选2024年的总统大选。那国民党的中常会伫今仔日是进行第一批立委选举的提名。针对总统的候选人，洪声讲国民党内有人在回，有人在讲国民党派新北市长侯友宜的机会是8成，派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的机会是2成。也不过党主席朱立伦是表示，这个放风声的党内人士有淡薄外行，因为国民党早就已经传好势啊，只是等时机来公布。来关心自由时报，台积电自本市规划伫高雄去7奈米加28奈米2座晶圆厂，7奈米的这间。今年初已经动点啊，即马是风声28奈米嘛有出现变化，因为日本的补助投资经过比较，效益是比台湾也搁较好。针对高雄厂的计划即马有变化，台积电是表示，在开法人说明会进前拢未加讲，4月20开法人说明会的时就会对外说明。来关心中国时报，即马国内欠药啊，引起民众的怨叹。卫福部伫昨昏就宣布讲，要成立药品供应通报的处理中心，厂商爱定期回报半年来的库存量，若是违反规定，会罚款30万，佫会抬掉健保1年的给付。咱国内有药厂就表示讲，源头的原料规定，若是无放量，欠药的问题就无再调解决。来关心咱国内出现今年头一个大病入境出门的案例。这个查甫人伫3月份的时，伊捌去泰国佚佗，4月份的时转来台湾，佮去东部游览，有去游览3天。因为毛仔真高话真高炭，目前当地详细调查伊的行踪，嘛要来考虑接触者。
出国旅游当日往也爱做好防疫措施。疾管署11公布，过来出现今年头一个带病入境的麻案例，是一个北部30多岁的男性，3月17到22伫泰国旅游，4月初3发烧，初5出麻。因为麻传染力增强，致使死亡的比率有5%到10%。这个个案4月初有到宜兰、甲花莲佚佗，目前地方正在做调查。花莲跟宜兰有下榻这个饭店在居住，所以也都已经有跟这个饭店这边来进行相关的疫调跟卫教。发烧啊、鼻炎、结膜炎、咳嗽之外，那后续会出现从头部开始的一个红疹的症状，延伸到躯干、四肢，最后是全身，5%到10%的患者有可能会出现就是细菌性的感染并发症。流感的疫情也当咧传，顶礼拜增加3例死亡个案，拢是70多岁有慢性病的个案，未出现症状到死亡只有1礼拜到2礼拜。另外，还有8例的重症案例，年龄为10多岁到80多岁。疾管署表示，目前流感的疫情也搁咧悬点。针对65岁以上的长者、婴幼儿跟有高风险慢性病者和孕妇，那如果有出现类流感症状的话，一定要特别注意是不是有呼吸困难、急促或者是发干缺氧的这个重症的征兆，如果有的话，一定要尽速的就医。高主疫情方面，顶礼拜新增加2例本土案例，分别伫新北市甲高雄市，无排除社区有乌数，呼吁高风险族群会使上网络登记高主疫苗。另外，新的隔离措施已经甲地方政府达成共识，13会参民间团体沟通，上紧18公布新的方案。记者郭社区林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南韩昨昏发生火烧山，有造成1个人死亡，阁有500个人红撤离。那中国的北京因为沙丁堡即马愈来愈食力，当地政府是警告讲未来1礼拜这款情形嘛未改善。那俄罗斯远东地区是火山喷发，火山灰窜到10公里远，无人机邦拢受影响。在强风助长之下，南韩东海华江市部分地区野火造成死伤，数百人逃离。好佳在落雨，互大家免烦恼火会个断开。这场野火是伫11早起为江陵市中部一个山顶着火，70栋厝甲其他建筑受害去，大火面积超过379公顷。另外一个70岁老先生，互人发现死伫一栋被烧害去的厝内，也有居民甲消防员2度受伤。风速每点钟103公里的强风，互无人机无法度拍火。在下晡4点半，当地落一场雨，后前后出动将近3000名消防队员是送一口气，用8点钟总算将火拍花。另外，中国北平大部分的都市未来1礼拜依然可能一直伫沙尘暴的侵袭当中。国家气象局11警醒沙尘暴若是有警，按算到12早起。有18个省份拢是伫雾茫茫，而且严重污染的情形当中。呼吸上明显感觉到不舒服，这个沙尘下来了以后，整个身上都会有这种尘土的这种味道。沙尘暴是伫79到内蒙古自治区国都市、乌兰察布市，甚至发布上关顶级的红色预警，能见度不到50公尺。Отряд выехал на проверку дороги, включилась Камчатск。俄罗斯关东地区勘察加半岛的社会流起火山11透早喷发，火山灰探甲一围数10公里，世界拢互高高的火山灰砍掉咧。当局建议民众踮伫厝内，因为火山灰冲到10公里远。紧急应变小组发布航空火山观测站通知红色警报，表示有一大片的火山云向西沙震动，可能喷到15公里远，会对国际甲低空飞行的无人机造成影响。公司新闻恩文玲编译。那国际移民违法偷渡的问题，即马是愈来愈严重。美国甲墨西哥的边境车接到大批委内瑞拉移民，美国的警方知影了后，赶紧甲路封起来。另外，最近对非洲的北边出去顺地中海上北去欧洲的移民船嘛大增加，目前就有2只船加共1200个人等待救援。一只载至少400人的移民船，车到为利比亚出发了后，油料用完，船长弃船等人，漂流伫希腊甲马耳他之间的海峡。船顶有应付自动，高船身大量入水，车到暗发出获救的信号。管辖的马耳他当局指稳准附近商船补给食物、饮水甲燃料。目前，意大利海华警卫队已经去救。伫这个同时，因也咧进行西西里岛附近另外一只载有800位移民船只的救援任务。人道团体几啊摆警告，为利比亚东北部港口
受北欧洲的这条航线真危险，也毋过近日春天犹原有大量北非中东渔民为着走离祖国的战乱散车，赌家己的性命。顶礼拜六2天内，意大利海华警卫队已经救起约2000位的移民，将伊送往南佩杜萨岛，当地400人的收容设施，客入1800人。镜头转到美洲，墨西哥边境城市华雷斯，另者美国德州阿尔帕索的国际大桥，车站出现数十名委内瑞拉移民，因为社群网络流传美国当局特别允准因伫特定的条件之下入境。美国警方用铁丝网络将封锁通道，造成平常经过这条路前往美国工作也是上课的墨西哥公民无法度行，都甲移民发生冤家，对立紧张的局势相关。¿Qué solución nos da el gobierno de Estados Unidos? ¿Qué solución nos da a nosotros que no podemos entrar ahorita? 美国特别宣布，后礼拜起会加紧非法移民的庇护审查，为5月结束新冠疫情边境限制先做准备。顶个月底，华雷斯城的非法移民拘留中心火警造成40位移民死亡，和等待移民各卡着急。公司新闻协会中评论。来关心俄战争拍一冬，拜一的是双方是约好要交换一摆战俘。俄罗斯即马是继续攻击巴赫姆特这个所在，而且佮对外放调讲，因已经占领7成半的土地。士兵按几若只马术行落来，罗拜一再次交换战俘。罗西亚106个，乌克兰100个，有罗西亚士兵为着会当转厝欢喜流目屎，乌克兰士兵嘛感觉激动。即个会当回国的乌军，包括北镇守顿莱茨克、南方城市马里普的兵啊，因伫去年战争拄啊爆发时，就被掠到单。Вдалося повернути додому ще 100 захисників і захисниць, воїни військово-морських сил, нацгвардійці. Серед них, до речі, оборонці Азовсталі. 罗目前也伫巴赫姆特战甲变变叫，乌军讲罗西亚采用焦土战术。要空袭毁掉巴赫姆特的乌军基地和建筑物。罗西亚顿莱茨克地区首长普希林伫进前公开影片讲，罗西亚军队已经完全控制巴赫姆特75趴的区域。Ну, чтобы полностью говорить о том, что город находится под нашим контролем, пока преждевременно, то есть еще идут ожесточенные бои в западной части. 伫巴赫姆特战区西部数公里外的插苏湖岸，民众冒性命伫炮火中捡人道物资。真侪民众是按巴赫姆特所开过来，不过这搭的状况并无较好，过去感觉是炸甲密密麻麻。Уничтожение так же, как и по Бахмуту. Я ехал, что видел, что дома уничтожали полностью все. Со слезами благодарим их, спасибо огромное. 罗西亚拜攻击几若乌东前线城市，乌克兰是计划进行春季大反攻。正正传出文件泄露关系西方国家要协助反攻的情报。乌克兰公开否认，讲这是罗西亚的资讯战来保护这个消息。公视新闻杨岩编译。西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最近有接近一个印度的查甫囡仔，这个囡仔是问达赖讲，敢会使小揽一个？达赖有答应，佮有亲一个。啊，过刷落来，伊说讲来自我的喙齿。这个影片出来了后是引起批评。达赖办公室是表示，伊敢若是咧公孙笑，嘛有赶紧回实的。这段伫网络上流传的影片是达赖喇嘛2月2日伫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一场活动中，甲一名印度的查甫囡仔互动。迄当时除了浸伊的喙，2个人的额头相磕。达赖喇嘛也佮对查甫囡仔讲：“你会当撕我的喙齿。”也毋过，这名查甫囡仔并无照例做。这段影片引起外界批评，认为达赖喇嘛的言行真无适当。达赖喇嘛伫推特公开回释咧，伊的办公室也承认这句话可能造成伤害。His wishes to apologize to the boys and his families, as well as to his many friends across the world for hurt his words many have caused. His Holiness often teases a people he meets in an innocent and playful way. Even in the public, before cameras,
he regrets the incidents. 这个事件是发生伫由印度房地产公司 M3M 集团旗下的慈善基金会所办的纪念培训课程。迄当时达赖喇嘛甲大约120名结业的学生互动，伊甲查甫囡仔几班小男也调工甲鸟搁笑起来。最后，伊甲查甫囡仔讲，爱向创造和平甲幸福的善良人生看起。伫西藏伸出喙指，会当讲是一种良好的方式，为伫道理的 HAQ 儿童权利组织谴责所有侮辱儿童的行为。佮表示，虽然有新闻媒体讲到西藏有向人表达敬意的吐喙指文化，也毋过鸦片看来并不是安尼，就算是这种文化表达，也袂当互接受。事实上，达赖喇嘛也捌伫2019年为事件来回息咧。迄当时，伊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访的时阵，讲出未来的查某达赖喇嘛拢应该是迷人的。公司新闻黄慧玲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加向前咱同齐来看世界。巴西总统卢拉今仔日会去中国访问，10时会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会讨论俄乌战争、全球的局势，还有双边合作这议题。来关心法国总统马克宏今仔日是去荷兰访问，在发表演讲的时，拄到民众的抗议，抗议者随风掠出去，马克宏才继续演说。来关心台美今仔日会召开会议，针对扩大咱台湾伫联合国体系，也有参加其他的国际论坛进行讨论。会议的重点是讲到美国会支持咱台湾去参加5月份未举办的世界卫生大会 （WHA）， 也有最近的国际民航组织的活动。来关心咱台湾无姓旧的选手林旭廷，今年3月份去参加世锦赛，因为性别生化检测无正常无过全失去铜牌。不过经过第2届检测，早暗体育事实表示，检测的结果是符合国际标准的规定，会继续支持伊备战后续的比赛。其实这也是我们第一次遇到。现场做57公斤级铜牌，最后因为比赛进程性别生化指数不正常，铜牌遭到取消。回顾了林旭廷日摆检测结果出来，在伊体育署对外表示，检测结果符合国际参加比赛规定，所以会全力支持林旭廷备战后续重要的比赛。看他的这一次检测报告，同时也去了解了他过去3年之间所做的10次的一个精要检测哦，在其中大家所关注的一个睾不同浓度的部分，标准也都是完全符合国际参赛规定。体育署指出，包含今年杭州奥运甲台南全运会参赛权益拢无问题。另外，会致函国际群众了解整体检测规定，并果后续维护选手权益的做法。这个的裁定所依据的合理性还是有讨论的空间哦。后续我们将会去了解整个国际权种的一个检测规定，并收集相关资料之后，才会去评估维护选手后续权益的一个决定。失去铜牌选手心情难免失落，如今检测结果确认，林旭廷也要继续长期国训中心，准备各项训练。体育署希望社会各界应互选手更加多支持和鼓励。记者综合报道。中国连续3天的军演，咱国防部嘛有公开公布咱空军应变的画面，就翕到一个飞官，伊的手骨头有夹一个徽章，这个徽章真显目，是一只手握咱国旗来台湾乌形，对目另外一只小熊维尼。因为网络顶悬真侪人是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号做小熊维尼，所以这个徽章即马引起讨论，大家是小钱买买。中共发动宽大军演，台海紧张情势提悬，空军飞行部队全力派兵。军方伫一张相片当中，一个飞官的臂章请大家眼光，这台湾乌形拍小型维尼的图案，其实不是军方设计，是桃园一间军事文创礼品店设计。中共从去年8月份扰台到现在，就是不断的对我们的国军造成一些困扰，然后对我们国防安全造成一些困扰，所以我想要借由设计这个徽章来帮国军打打气。头家表示，提中华民国国旗的乌形代表台湾，暗指习近平的小型维尼手抱的笔管顶悬有象征中国国旗的5青图，用英文写紧急情况甲全年无休。这个臂章伫网络红起来，不只受国军兄弟的嘉义，伫民间也比较欠费。对，因为昨天媒体露出之后是有一些订单，那目前库存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跟工厂做一个追加这样。
这现象也引起外国媒体关注。路透社指出，乌形帕维涅图已经将做台湾反抗中国打压的上新象征。不过，伫引起讨论了后，空军单位表示，部队官兵若要挂徽这是徽章，爱先得到同意。公司新闻将回应评价。即马全面普发现金6000块，伫咱全台湾嘛已经有超过26000台 ATM 会当领钱。就传出有一个查甫人要去 ATM 领钱的时，系统甲讲伊的钱已经登记入口座，不过伊并无去登记，就惊讲钱互偷领去。这个查甫人赶紧去报警察。经过调查，数位部表示，这条钱是还未拨出去，所以并无发生互偷领去的情形。将防诈骗宣传扛棒摕一手，拄着要提款的民众就赶紧做提醒。政府普发6000 ATM 领现金，警方进行加强巡逻。因为一名世间的查甫人查找到新北市市的 ATM， 想要领普发6000，想袂到数字资料了后，荧幕所显示已经登记入数过啊。伊随报警，警方甲财政单位追查，钱是互登记到中华银行的口座。当事人他是有跟家人询问。那他是说，家人都没有去彰化银行开户，所以包含他本人跟他的家人名下都没有彰化银行的金融账户。警方表示，世间查某人的身份证进前捌互偷用过，所以该身份证之后换新的身份证了后，伫网络上办过贷款，佮将身份证甲健保卡翕相传互对方，怀疑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才造成证件互冒用登记。目前警方正在继续追查厘清。财政部表示，登记入口座有严格检核机制，登记日销使用的口座、身份证字号、健保卡号3方面拢爱共一人，所以钱并无互领走。没有被领走啊，所以没有被盗用这样的情况。没有。登记入账这个系统在合用，我当然不会开放其他的管道领钱啊。有人拿到你的个资，他还要拿到你的账户，还要能够从你的账户领钱，才能做到这件事。数位部表示，因为并无拨款，当事人已经会当重新登记 ATM 去领，还是10起到邮局、临柜拢会当领。另外，为了让民众加紧领普发6000，登记入口座2点空板上线，民众只要伫登记日迄天暗时6点进前完成，6000迄天就会当入口座。若是伫登记日迄天暗时6点了后才完成登记，是会伫过当天入口座。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在地上大条，台北市内湖康宁路昨昏半暝昨日半暝发生枪案，一个50岁姓王的查甫人，轰开15枪，加在是骹腿着枪，无性命危险。受害者讲，伊无甲人结冤仇，嘛无熟悉开枪的人。警方初步调查，发现讲这个嫌犯犯案进前超工换外送员的外套，而且车牌嘛是假的，所以目前还未抓着人，所以犯案的动机嘛搁在调查。查甫人手插伫落地啊，穿外送员制服，半暝行入高级主题区，挖近一个查甫人，连开10多枪，受伤人行路一摆一摆，赶紧到警卫室求救。晚上听到枪声啊，看到都是警车啊，警察就来了。代志发生伫台北市内湖康宁路的巷仔，50岁姓王查甫人受伤，以前是电视节目工作人员。伊向警方表示，生活真单纯，实在暗时10点外拄着嫌犯问路，过几分钟，佮拄着，就问一句枪散线，想要到就互伊开枪。被害者家属强调，双方无冤无仇，无熟悉。目前我们发现他来返线都是穿着黑色的一个衣服啊，那到达犯案现场附近的时候才换上外送员的一个衣服。他的逃逸方向是从这个康宁路3段往南逃逸。嫌犯骑机车逃走，警方调查，伊不知变做车牌，佮故意变装犯案。不过，姓有查甫人就称是随机犯案，或者是纠纷顺受，也有真侪疑点要去调查。台北市长蒋万安下令爱彻底调查，要求伫上短时间内破案。另外，附近的新北市也无边境远景巡逻廖伟平意外查到该造枪。有把枪啊！保险没啊？乖，喂。车内超出散弹枪，已经装枪支。36岁姓江的查甫人表示，是要来装牌用的，不过为倒位买，只是讲向别人买。全案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新北地检侦办。台北市半暝传出枪击案，新北市阁查到该造枪，也效果来乌枪犯的问题，阁引起关心。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有一个公立高中的学生，那亲像伫学校互老师霸凌，心内郁卒，才行地路。学校伫七十日有公布调查结果，认定前学务主任也有主任教官计共有4个老师是涉案的，所以即马会进行行政处分。
台中市一个公立高中的学生，技术因为伫学校长期受到师长的霸凌，今年2月行地路死亡。3月底，学生家长开记者会公开涉案的7个教职员专属调离现职等待调查。学校校事会议调查结果7日公布，认定经校务主任、主任教官、甲2个校务创新人员，这4个人牵涉不当管教，按教师法等相关的规定，送考核会甲委员会行政议处。学务主任、主任教官及2名的学创人员，他确实有不当管教，造成学生身心上的状况啊，我们会再展开一波霸凌这个调查，但是我们会要求学校也是加速进行。本案引起各界关注，教育部7日证实，已经派专案小组去台中调查，拍算4月中旬就完成调查报告。人本基金会就批评，比较之下，台中市教育局自头到尾拢无被介入，但个手伫咧霸凌调查结果进前公布校事会议的结论，根本就只是要甲代志压落。台中市教育局呢，它只针对校事调查的报告结果去做处理，它并没有把霸凌的调查报告一并整合完整，把整个事情的原貌好梳理清楚，它只是急着想要灭火而已。当时学生的家长无愿意受访，委托人本讲到单也咧等，望要理清规站事件头尾。也那涉案的另外3名教职员，包括省副组长、搁1个教官、1个校务创新人员。教育局表示，等若理清事实，确认无牵连了后，就会准转去学校服务。记者综合报道。若伫高雄是有一间高中，这间高中禁止学生囡仔伫学校内底用手机啊。对学生是向民间团体投讲，学校的生活辅导组长伤过严格，因为学生囡仔总讲是甲手放伫桌仔面下骹，就会互怀疑讲你是毋是在偷用手机啊？这组长就会去敲学生囡仔的拖啊，敲人的册包啊。学生阁指控老师咧敲物件的过程拢无录影，是违法的所在。下课钟仔一响，学生就行出教室活动。台湾青年民主协会正经收到学生投诉，讲高雄一间高中的生活辅导组长，因为学校规定袂当用手机啊，上课顺序的时阵，若总发现学生的手放伫桌仔下骹，就会入去教室内底敲学生的拖仔甲册包，而且全部的过程拢无录影。走进班级里面去翻他的抽屉，只为了看说这个学生是不是在用手机。但其实这位学生的手机早就已经交到手机柜，根本不可能再用手机。那生辅组长所以翻抽屉找不到他的手机，就说你是不是把手机藏起来了？学生质疑这是违法所在，台湾青年民主协会嘛表示毋纳一例。若学校接到通报，解说讲组长孙师甲老师上课拢有发现学生违规咧用手机啊。要确认的时阵，煞因为学生的外套嵌伫桌仔顶悬，才会个外套刷叮当，看拖仔内底有手机啊无，并无直接敲拖仔。不过无录影确实有违规。教师确实有移动学生外套，检查抽屉的时候，并未依规定要全程录影等作为，与相关规定有违。学校将立即改善辅导管教措施。教育局表示，学校根据高级中等以下学校防疫行动载具使用原则，定出使用的规范。学校规定学生爱把手机锁伫桌仔内底，下课甲困中昼拢袂当使用。学校刷落来会针对使用的规范，找师生甲家长过来讨论。若台湾青年民主协会强调讲，照规定，老师若是要搜查，就爱有证据，而且拢爱录影。若无，就会侵害学生的人权，对老师嘛无保障。若高雄市教育局表示，会请学校针对沟通佮管教的方式继续来调整。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新竹的公道五路是各行园区上下班的时间拢会经过的重要的道路，其中往竹北的方向有一个路口的青红灯，有民众反映讲，近摆伫遮等红灯拢爱等5分钟，想要正弯的时青灯嘛，敢若20秒尔，所以逐工伫遮上下班经过这个路口，拢在塞车。早起要赶去各行园区上班的车辆是比平常时加真多，大家拢伫路口等待青红灯。只是这路口的青红灯，想要正弯的车辆，每一摆爱等300秒的红灯了后，才有20秒青灯会当过。要是上班时间可能有时候久一点，可能大概5、6分钟吧。无奈，还没到夏天，还好，到夏天
无奈自己，看可不可以看怎样改进比较好啊。交通单位回应，公道5路参慈云路路口是往来科学园区的重要道路，主要是因为路口范围宽，加上车辆多，而且附近各有交流道，再造成车顶时间较短。会优先来检讨公道5路右转慈云路往金国大桥竹北方向的这个绿灯秒数，同时呢也会来检讨车道配置。增加右转车道的一个可能性。新北市交通处表示，虽来来检讨科学园区每一个路口的车红灯时间，希望提升路口车头塞车的效率。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甲机关大埔的新住民，真正是因为无专门的活动空间，所以较无法度安排活动，也是安排课程。乡公所最近有整理出一个社区的活动中心，嘛甲改做新住民协会据点。即马新住民伫遮会当来学地质专长，嘛有所在会当互相交流。新住民的朋友做伙伫舞台顶分享学习成果，边仔阁有因准备的手路菜。甲机关大埔乡的新住民表示。有这个所在了后，大家感情愈来愈好。大庙口那里啊，那里都是地方比较大，因为我们新住民根本也是没有地方，没有什么地方嘛，所以我们都是每天都是在那边。下雨的话，现在有这一楼，我们下雨会上来在这边这样。从协会开始之后，我们来自各国的那个姐妹感情非常好，有什么事会大家一起讨论啊，一起分享。嘉义县政府最近摕到卫福部社会甲家庭署的补助，甲大埔乡社区活动中心内底的空间做整修，加强建筑物的安全甲设施，初17天正式接牌启用。像据点成立，就是比较期待能帮助我们姐妹提供一些就业环境啊、就业的资助，这样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在这里生存。对3楼据点会做一个培训的一个就业的一个培训。那这样子让我们就是帮助我们新住民协会的姐妹更加融入在地的生活。大埔乡伫嘉义县的上东边，进前因为交通无方便，新住民加减会感受到资讯落差。嘉义县政府表示，即马据点成立，相关的资源你来到这，希望会当对因有帮助。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屏东潮州镇公所最近有推出上新版的2023旅游 DM 的导览地图，内底有潮州好食甲好耍的所在，只要扫 QR code 就当知影内容。而且最近也阁有镇长带路食好料，即马嘛对镇长的脚步，咱来做伙看卖。扫 QR code， 不管是好耍或者是好食物的资讯，拢会出现。这份是屏东潮州的观光地图，最近真受欢迎的镇长带路食好料，嘛通伫内面看到。今年度最新的我们导览图里面，我们有介绍我们镇长带路食好料的一些在地美食然后我们每一个点都有 QR code 可以扫描了欢迎来到潮州如果在我们火车站，我们都有导览图可以索取，还有我们的日式园区里面我们都有导览图。这摆 DM 内底有包括盘手、好食的搭啊、庙宇、戏曲等等的7大特色，游客用这种就会使踅潮州，实在是真方便。一些特色商家，甚至我们的旅游景点、三级古迹都在这里面。那我们免费提供索取，包括在镇公所、日式文化园区还有我们的火车站。我们都放导览地图。这份潮州的旅游地图，民众会当伫镇公所、火车头、日本文化园区等所在摕到，希望民众用这份地图行出家己的旅行路线。记者综合报道。再去看世界，中国的人口进前是拢排全世界第一，是有超过14亿。那印度是排第2，这两个国家的人口加咧就超过全世界1/3的人口。也毋过中国伫去年是出现61年来头一届的人口负成长。联合国就暗算讲，上紧伫今年4月份，也就是这个月，印度的人口数就有14亿2千万，就会超过中国。这个退休的劳动人让中国国旗，唱因少年时代捌唱的红色歌曲，想起这首歌响遍街头巷尾的文革时代，中国总人口数领先其他国家真济。根据联合国人口统计专家的讲法，为1950年有统计数字以来，中国的人口就连续排头1名，到今已经超过70年。总共伫邓小平搁出来掌权推动改革开放加一体化严格限制信用以来，中国总人口排名世界第1的位。
位，嘛无任何一个国家会当挑战。一直到进入21世纪第20年，情况才开始有变化。这离北京几6000公里外，印度北部的阿坎德邦，大量印度民众跳入河内参加宗教祭庆的活动，为空中翕的画面，都会当看到，无论是宗教仪式，还是大选前的民众集会，拢会当看到人行人的画面。印度人口伫2001年突破10亿大关，2011年也就是到目前为止最后一届人口普查结果，人口总数超过12亿1千万。原定2021年要进行的普查，因为新冠疫情延期。不过人口统计专家根据各方面的数据，建立统计推测模式，而且上近2023年4月中，印度的人口数就会超过中国，变做世界第一。美联社引述的分析指出，重点不是倒一个国家人口上济，是人口结构。印度的出生率比西方率较悬，中国拄倒并，使得中国人口持续高龄化。准讲中国伫2013年有条件开放生2胎，2015年全面停止1胎政策，2021年进一步鼓励民众生到第3胎。不过专家是讲，出生率仍降到上低，人口成长率都真歹阁提高，而且印度的人口组成较少年，代表劳动力有成长的空间，未来经济发展会阁较好。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那男女平等，即嘛是全世界的趋势。不过，真进步的南韩男女是真无平等，因为2022的全球性别差距指数，南韩伫146个国家当中排第99名，而且南韩女性的工作环境排名伫进步的国家当中，甚至是掉车尾。우영우 변호사. 있습니다. 有自闭症的天才律师伫法庭话最简单，有年上成功的韩国之戏非常律师有英语，收视正好进入万会平台会英语类节目观看率排行榜，都要用自闭症这种人士引起话题。剧情注重女性的成功奋斗史，也互人看甲袂腻吧。 가장 밑바닥에 있던 사람이 어디까지 올라갈 수 있을까? 根据南韩国家广播局 KBS 的调查，这个频道伫2021年有超过53%的电视剧主角是女性，比过去5年平均值49.8%较悬。剧中对性别角色甲权力地位的设定也大大改变。 亲像2021年播送的古装剧《王后线卡》就放伫非典型后宫女主人，电视女性性别突破传统，包容多元性别气质。咱来拿掉时光是较着未成年有心，查甫人饲囝甲女性追求学业理想者南韩社会敏感的话题。其他亲像39或者是小女子，拢用女性视角讲故事。 团部专家分析，这转变是受益女性劳动参与率提悬，而且开始做影视制作重要一步。敢是南韩放送作家协会所列的女性剧作家比例就占94.6%。不过，女权这名词好亲像是南韩社会禁会性别风高。 真歹拍破性别歧视性骚扰案件是真多，女性被困在刻板印象当中，薪水比男性少31%，影视内容甲现实两极化。第四制作单位将来唔敢光明正大用女权来宣传作品，实际应带动的社会影响力真有限。无论这转变是不是正是传达性别理念，或者单纯增加剧情新鲜感，用女性做主角，无可避免和女权议题步上台面，代替 女性将心内话大声讲出来。公司新闻有关编译。即马疫情转好，真侪人是会出国去佚佗，嘛真介意去泰国的清迈，也是越南的河内。也毋过这两个所在空气污染拢真严重，嘛拢是全世界空气上歹的城市之一。当地观光业者就烦恼讲，营业大忙会害游客毋敢来。 清迈天顶蒙蒙蒙，无论是城区的风景，也是远远的山脉，规个拢大蒙。游客相机摕起来难免失望。清迈最近因为森林火灾，国家当地农民烧稻草整理产地，所产生的乌烟严重影响空气品质。拜一清迈 PM2.5 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世卫标准前方将近20倍。 Yeah, I think it feels like warmer, and you can see at the environment that it's dusty. And when you clean your face, well, when I get to the hotel and I clean my face, I see the pads, and I'm like, this is really, really, really dirty. 那游客感觉空气垃圾，当地居民嘛感受空气品质一年比一年搁较差，烦恼会引起过敏也是感情。商店是不满，观光客已经惊到唔敢来。
เจ้าก็รู้สึกกระทบตอนการค้าขายเจ้าเพราะอากาศเป็นแบบนี้แล้วก็บ่ค่อยมีคนแวะเจ้ามันดูวิวมาหัน若是附近越南首都河内嘛面临同款的困扰，空气污染原因除了是农业废弃物，市区内也阁有800万台汽机车排放垃圾空气。河内8以 PM2.5超过标准17倍，这个申請帶有新的雞熬出話透一日開，說感覺真無爽快。Tình trạng không khí hôm nay thì nó về khách quan đấy thì nó ô nhiễm khá nặng. Tại vì mặc dù cái thời tiết của mình nó rất là mát, nhưng mà cái tình trạng không khí thì nó đem lại cho em một cái cảm giác nó không an toàn lắm. 今擺禮拜一排全球前3大空氣污染上嚴重的城市，後來嘛是排前幾名。專家建議這種情形出門上好掛喙罨，同時避免佇戶外運動。公視新聞詹慧敏編譯。天氣報道在，咱同齊來關心今仔日各地頭的溫度。北部的溫度上低19度，上懸是27度。中部的溫度上低19度，上懸有28度。南部的溫度上低19度，上懸31度。東部的溫度上低18度，上懸有27度。外島的溫度上低15度，上懸26度。繼續關心未來3天的天氣。感謝鄉親收看今仔日公視台記台早起新聞，我是柯興珠，祝親平安順心，明仔早起9點，咱再會。